是介绍我们一个小的一个视频。接下来是我对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个介绍。我们集团呢是成立于2002年，当时是成立于四川的一个眉山。阳光大地置业集团，中国房地产百强房企，布局全国52座城市，先后开发运营177盘，深耕泸州8载，落子18盘，两江之上，再起新篇。在视频的最开始呢，就是对我们小区的一个区域的一个介绍。咱们小区距离万象汇商圈是非常的近，旁边就有康健城，养生活一步即达。江湾之上，城西新贵，境界高端人居。门庭已序，城西3进院落的仪式感。匠心铸就新亚洲美学。咱们小区作为城西的高端的别墅小区，小区里面的配套有游泳池、有图书馆、有儿童游乐区，还有我们的一个800多米的一个跑道，并且配备了一个健身中心，植入现代景观设计。将品质渗透每一寸肌理。全龄儿童活动场地，珍藏美好童年。这是咱们别墅的一个休息区域，家风时代。芳香院落，溯源东方规制美学。